收看今晡日福气类个节目。哇，今晡日系5月节咯，除了非生老乡亲朋友来讲5月节快乐吼，又是中忙又可能拍两岁忙。今日啦大家来讲到5月节嘅故事哦，啦锣鼓演绎，所以分享你今日来宾佢系马莎咧，佢系你嘅好杀冲欣赏分享。哦，是冇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系5月节，祝福各位朋友5月节快乐，幸福。嘿，5月节快乐啦，幸福吼。嘿，福气来啲啦。嘿，所以今日当番伊就喺绕墙度好杀冲欣赏呢套节目地图吼。其实绕墙欣赏呢套节目地图，当然想让大家咧讲到鼓啊，讲到有意思嘅锣鼓演绎啊，用英讲的因为古节嘛，总系有到年腰，有到年头，好，所以今日5月节。一开始吼，cái書也看過咧，上課也上過咧。唔過你嚟大家嚟回味一下，對你客家嘅觀點也好，對客家嘅故事來講也好，做啲簡單咯，大家嚟分享下5月節嘅一啲故事也好，由來也好。嗰啲5月節，大家先都蠻啲嘅啦，嗬。哦，幫我哋嚟前仔嚟打嘴鼓一下。係，冇錯。你5月節其實呢，特別安排緊嗰節啊。其實節面多啊，方面戲，跟老百姓先演示過按辛苦，所以我落去啊，落去聊一下，本佢跳下戲來，所以我哋過節啊，係咧過節。你5月節未強用啊？你5月節其實咧，個5月節嘅時節係個按照端午啦，嗬。你5係1、2、3、4、5係5啊，年內啊，嗬。其實按照端1、端2、端3、端4、端5，係端午。後來呢，到唐朝嘅時節啦，唐朝而家皇帝唐憲宗，佢嘅生日嗬，係才8月初5啦。咁個8月初5，嗬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總得講端午咯。咁就那個強音，所以變解中午嘅午，就午時嘅午啊，係所以變咯。所以從此以後啊，cái5月節。cái 午啊，就變到啲按照端午節端，就是端是開始的意思，嘿，端係開始的意思，端就還有一段時間。就像我哋一個正月，其實佢個只是係讀盡啊，嗰是撇廢啦，嗬，撇個特別秦始皇叫秦王盡嘛，嗬盡，所以我哋是總得念個盡，所以念到正，所以按照正月，嗬，個強用啊，嗬，係啦，所以撇廢，所以變到午，係。好有意思嗬，特別講實在喎，你特別讀書嘅時節，線上教嘅就係乜嘅屈原的故事啦，嗬，咁個基本嘅線上咧，大家咧分享嘅是從5月節2、3、4、5愛這個來做討論，對不對？所以變到都有意思。個嘟嘟好啲5月就係熱天時節，係很有意思。所以你看嘛，因為因為熱天，然後所以很有午時，很有意思。但是個嘟嘟係容易動心嘅時節，所以我特別有本書呢，仲夏夜之夢，從夏夜之夢啊，嗬，個從夏夜命中貴嗬，所以4月、5月、6月嗰時候呢。熱天哦，秋辣哦，你講秋辣，個7、8、9是秋天，我哋特別讀個《赤壁賦》有冇？壬戌之秋，7月既旺，個秋就秋辣清陽，我哋半夜係中秋，按是當天出嘛，哦，所以新辣辣、秋辣幾個月份，個春夏秋冬個四季係冇強樣月份啦，所以5月嘟嘟好，但係冬熱嘅時節，啊，佢嘟嘟到個元宵時節係。個夏季落去練嘅多啊，所以其實係在個熱天時節，我哋陽扮現在共熱嘅，很有幸福快樂、健康、平安，係咁嘅意思。堂線上講古真的當有意思呢。其實我也唔是訪問，我知道到底可以在時代眼本線上好好地講古一下。可真的，因為熱天非常熱，你下推翻人熱天非常嘅熱，我想跳把仲夏嘅時節。個熱天熱係勁爽哦。錯，因為夏烘夏練，嗰時勁爽，就冬烘冬練。嗰意思說熱天時係熱，啊。冷天時會冷，不過說冇強熱就冇強冷，係溫和啦。所以講冬季時咧，個太陽不好，人馬不安嘛。強熱嘅係講熱天5月人馬咪不安，所以熱時節我哋講好好地保養來注意個健康，身體實穿開掉。哦，我哋生活很好。所以今年冬熱嘛，嗬，但是你有注意到冇？今年雖然熱，但是我哋果子啊，受傷凍多，你還受傷，係啊，你看當年哦，嗰度5月節哦，
长有理智啊，要不然哦，生日初一时有理智呀。要慢理智话按做呢，过自然做，因为今年个立春哦，今年冇立春呀，今年立春才去年10年是立起来啦，哦，所以叫年前立春哈，年前立春春对走，年前立春哈，哦，个春宜走，先生，先生，我像访问应该那在笔记本上做的，那去文，那一张笔记本，那去背到信上讲，哎，真的出口成章哎吼，每一句话都是像你个锣鼓演义穷了吼。如果信上又讲，嘛改西街水狗嘛改年天水狗也天改西街，让天水狗。他天时的雨风哦，风热风晒时间，我身体很恼火。因为该果子才该按翻也都晒落去，是该嘛该是小心动作啊。动作果子，你也天改时间理智，理智嘛，你也接是嘛改。唔嘅，即同樣還係要理智啊，因為嗰係即係慢嘅時節哦，唔該唔嘅即理智就動出咯，嘿，好，要按用個果子吼，唔過講實在話，我會去到兩下個唔嘅即，老愛挑白做生意嘅時節，比起來，我感覺嗰啲氣氛係冇人了。係啊，因為咧工商業社會吼，該家庭吼，冇從挑白按睇家庭農業社會吼，嗰個感覺啦，因為因個年都過到當好嘛，經濟方面超按好啊。係啊，唔過講到兩天。基本伊係五月節吼，有繞場到線上來到節目地度，你好好來講下五月節，還有氣氛的。所以線上又講到故事，錯冇？不過講到兩下，線上都大家分享五月節一般台地來講，你做嘛嘅事情就做得來講係過節，比如失蹤點做愛啊？第一就失蹤啦，啊，小個失蹤吼係當好嘅憲法教育啊。哦，因為你看了下吼，大家從因過年過節啦，就去買，但是你係講從五月節了又變了嘛，吼。像上年禮拜日啦，你病了，今年又病了，咁又開始來報種嘛，以後啊，佢報種嘅時節，阿妹啊、阿姐啊、哥啊，嗬，做咗兩個本成人嘅攤，所以我哋係客家文化嗬，佢正經係文學憲法法，憲法文學法。比如我哋報種啊，佢報種嘅時節，最先佢冇講啊，睇講喺成人時節，嗌話佢是講哦，來，佢是為講咗兩個攤呀，佢講嗬，時面時光冇時放，領導繞帶皆動昂，啱啱吐吐是跳水，去到衙門脫衣裳，乜嘅東西。哦，先生講要團兩啲哦，種啊，係還種啊，你看你一種，你將兩做到前後，都有意思，四面時光，有冇時放，係啊，領導繞帶哦，個繞帶就皮帶啦，皆動昂，啱啱吐吐。啊，貴人鋪路啊，可以跳水，啊，所以小白用人就個拗啊，叫我哋客家種到底係脆嘅，就係濕嘅啦，嗬。先生，人南北睇不通哦，睇不通，所以你唔是拗，但是我哋從嚟就兩時地，啱啱偷偷去跳水，個台灣馬去濕嘅嘛，去濕，那濕嗰時，佢係嚟哇，貴人鋪路很正哦，所以最後尾啊，啱偷偷去跳水嘛，條台灣馬去啊，然後又乜嘢？你哋係靠挨摸，挨是啲嘛嘅時風時角，要摸嘛嘅先生。所以我衙門，那這寫國語叫衙門啊，衙門的衙哈，一個形容。但是實際上一語雙關是牙齒的牙，衙門脫衣裳哦，你看，一語雙關，所以叫文學性濃厚啊。所以客家文化傳承。等下，先生，該真心嚟非常佩服你嘅阿妹吼，阿妹。拖種嘅時節，我是做得要按用嚟拖糧嘅。你一下嗌到就係講，自己冇下要自己。我哋要夾則講翻咧，你聽過拖種嘅、塔種嘅，聽過包種嘅，聽過南方有果種嘅果種者。塔種啊，韓國包種啊，哇！你親身知啊，所以看，係咩叫你搶到好欣賞嗰度？所以我哋到時先做得到。大家包種嘅時節當快樂，你就了解到啲種啦。哦，所以種係要分漢種啦、記種。你包種當多種啦，有記種、有漢種、有乜種？客家人就當石子題哦。是。我記得特別嘅記種文解要乜嘅？嚇，沙湯。係啊。但是後來呢？我哋記種地位啊，要報封條，報封條，哇！嗰什麼叫來叫外推要讀書啊，唔是問啊，一定要封條啊，你就愛心咧，愛心咧，漢好咧，嗬。所以你重視。先生，剛才問一下，你這間好是漢種啊，記種？哦，嗰有嘅時節全部做得到。冇強啦，漢種拼錯是。不過啲種啊，知道嗬。
是洞口的个食物啦。是，你动气管，你比如讲喊总来讲哈，你要出门哈，该地方又重要又头肤干又乱啊动我笑，跟浪黑一些，喊做的些，所以最好的眼珠那个吹掉啊，个带总点聪明，佢个动散哦，那个有细个有薄，有浪的些的，你讲少气浪肿。七八会瘦的些，个肿又很浪的些，所以等于个瘦，应该就挑高嘛，个瘦肉肿啊，瘦的肿，其实肿会浪的些，浪少气浪肿。像那七八到肿那款吼，它讲营养蛮好行的呀。他讲嘢啦，你讲鱼虾系嘛？係啊，等下跟住先生，人講哦，因為遲到今年5月節非常要搞這個氣氛喎，因為先生就咧講到當到嘅古咯，大家咧分享，咁個大家先聊下廣告過後啦，大家咧分享，客家人用語魚蝦。上堂節目呢，好先生吼又講到，哎呀，呢5月節天才是種，客家嘅種都有意思，有冇？種是咁睇咧，喊種然後記種，然後暴風頭條擺為雲沙湯、雲烏湯，和從薄妹當中喊雲碰湯。哦，有啊，咁個先生講，誒，是種嘅時就咧看到呢客家人當魚蝦，簡單講，魚蝦。個種啊，當上市有冇？係啊，我講大條米糍吼，冇好送慢魚。大條米種慢種要送，就講我一條米嘅個米吼，來打7把吼，佢打好嘅7把呢，你阿姨冇辦法送回去，個好睇程度嘛。我厝夾啊是飲醋飲雲飲醉飲醉講，乜個就冇睇啦。但是你大條米種吼，個啲睇一點米啊，佢飲咗食只爭先，全部浪費，所以佢慢種要好送。但是客家人吼，佢用個吼好順等台東西都強人客，台灣。但是佢冇講種嚟強人客，所以用大條米糍冇好送慢。有冇按貼片吼？大條米種慢種要好送。你可能做好事頭先有嘛時間，哇，全部用7把錢，盡量是好順冇問包啊冇錯。唐先生講喺場地講，哇，原來難怪你大白蟲要起時全部是7把，冇講片種就係種啊，因為曾經是種啦，好特別動貼片，個種動上呀，跟住啲裏面全部打上啊，7把冇咁樣咧，跟住我讀好種飲落碗，飲落醋，飲落生啊，當艱苦。你表示客家人台風，你強人係台風，唔會強人是種，你一隻種，一啲種你是薄逼逼嚟，薄逼逼嚟，唔會幫你薄逼逼，愛強人是7把就大家煎咯，可能就雲湯，大家好棒棒。講到啊，基本你5月節感覺當要搞這個氣氛咯。咁個講到你先生，其實大家係是種嘅，咁個講實在話，還要當到個發糖，你要看怕兩酸啊。就怕兩酸，兩酸，所以講我哋特別要講，我哋兩個酸傳音啦，因為兩個傳音咯，我哋祖先有冇？比如你講個大家人講個。個5月節是屈原的故事，屈原其實屈原嘅祖先係北方啊，叫個《楚辭地位是講啊，地高陽之苗裔兮，個高陽就是顓頊地、顓頊地，顓頊地啊，加貢啊就係皇帝啊，這個妹是皇帝，炎黃子孫的黃啊，那皇帝啊，他是他的後代一直傳哈，皇帝黃是顏色的這個皇帝哈，皇帝啦，唔係皇帝哈，皇帝嘅阿妹按照傅伯哦，個傅伯啊，就嘢啦，就個好把東西啊，咁多一條個龍啊就飆出來 ，OK， 攬一下，哈，其實有信號嘞，有信號嘞啊，其實有信號嘅。先生有冇聽過呢個故事？25年咯，2年啦。是講出來一個聲音呢，一個聲音呢就係炎黃子孫的皇帝。佢強調個炎帝就係神農氏嘛，就係客家人服侍吳國家。你看吳國家家妹妹強調啊，你妹都落個良心啊，也是懷孕就生了這個炎帝。所以炎帝吼到皇帝全部係，不過我哋客家人係服侍呀吳國家啊，所以炎黃子孫，但是我們沒有拜皇帝，很奇怪。佢幹嘛？
传到亲人啦。所以我讲两个传人，所以我哋个特别个方地啊嘛，臭水叉是嘛，水叉就酸的啦。所以它硫酸，硫酸，哎，原来也安样嘅。不过头摆细时间要上推，只要上推嘅烟台哦，你打开来时，真就可看到全部怕硫酸钙发汤，好有气氛。不过我哋下好摸咧，不过先生两摊，你呀两摊当烟哦，两摊嗰边喊係用大发汤，嘅发汤拍到青苔哦。佢講哦，希望佢家鄉嘅子弟啊，都回鄉，回鄉。所以我哋其實問個浪漫台山線啊，我大家盡量盡量喺啲好蔬菜呢，因為我哋關係兩攤了，全係創收嘅為數呢，當好嘅為數。你講你講5月節20蒜呢，有冇？哦，哎喲，唔係你蒜都真好呀，因為熱天多呀，所以我哋5月嗬，也是因為跟熱天多嗬，即係比較惡土之熱，所謂嘅惡土之熱就乜嘅細菌啊，當容易傳染病啦，所以我哋要食嘅蒜頭仁，所以5月唔食蒜，鬼才蒜頭轉。哇！先生你一糖入去當定影鏡啊，係啊，所以都是蒜呢。糖果特別只皇帝啊，上高山去，結果其實昂起呢，就橫下去咧，結果你那蒜頭仁唔食，哇！想過嚟啦，那個偏得好，所以蒜頭仁，所以真多蒜嘅故事。還有哦，其實應該線上真的去做啲分享非常多，應該你做總共就是蒜頭米有嘛，因為5月係啊，應該好惡土嘅時節嘛是蒜，還有嘛介咧，除了是蒜呢，還有你講講絲煙、吊菜。吊菜啊，吊菜咧真好，吊菜未當好嘅東西啊，我幾個名就喏，Q 啦，我啲嗬，我講 Q 糖佬吃到冇意思，所以你改做吊菜咯。吊菜嗬，因為這個涼嘅呢，你講風前拖、拍前拖、見到水意砰砰拖，啊，你當好，不然攤，哦，原來就係吊菜咯。哦，那個有沒有？茄子啊，講風破凍醬啊，佢有得拍色啊，都好哈。所以風前拖、拍前拖，見到水砰砰拖，不然攤。所以我啲謎語是先寫好不然填題目啦。作文是先填題目來不然寫。你看，真係是教你啱啲聽老師會聽通嘅。都有意思係，所以從先生剛才講到。團量嘅總嘅團量，你係先用總了解東西，你就係上幾個題目。錯，不然填題目啊，你講，我出題目咧寫作文就按難，咁樣我寫好不然填題目好冇咯？嗰是做量啦。咁但係按樣應嗬，家人嘅你讀了下嘅世界，其實先生要講到，應該你講到食開始講要冇，你講食還是總嘅，我講是蒜嘅，還是吊菜，錯冇？咁個還有都有意思，看拍兩雙還會插槍。哦。插槍，對不對？只不過槍色東西係真好啦，插槍叫撇聲呢啊，撇聲，所以特別嘅5月節時節啊，會調解葉啦，跟葉草啊，葉草，用到滿條嘅筍條灌呢，錯，錯嗎？嗬，跟葉專門係屬於槍色嘅東西啊，所以我特別。5月節時節，我咩叫做係後頭七里香嚇，七里香哦，跟鳳尾草哦，喺嗰啲前多啲東西啊，仲咧你寫信，加上熱天嗬，係衛生教育啦，滿都當多，嚇5月節後火爐，乜嘅東西要清潔。所以其實咧建議，其實對我哋生活當中咧，即係環境教育、衛生教育、語言教育、生活教育，土地教育不一樣感受到一國節嘅氣氛啦。所以其實國節啦，也是從線上講嘅，係一般人最多講嘅，說哎呀，我們就是國家節，天天，因為國節嘅文化內涵啦，對文化內涵，除了要當到嘅，佢有意義之外，你介有國節嘅國產，你唔單講做啲維持了解文化，了解了解文化後。含蘊含的動都是從心上講的，對不對？你這跟衛生教育有關啊。對，比如講你做埋食蒜哦，因為你做埋食蒜，因為你講5月係好惡土嘅5月嘛，哈。比如講你做埋是兩隻種兒，你做埋是兩隻瓜兒，對不對？也算是時令的蔬果，哈。對你性體好。頭乜嘅東西啊？蔥頭，蔥頭，嚇是蔥頭，什麼？因為我覺得蔥頭未有隻涼嘅呢啊。線上你的腦子裡真的好多涼啊！用太過聖誕草哦，二個慢性末哦，三個潤太太，四個熱性太，你思想體係馬啥哦？個太過
泰国是电台哦。哦，个泰国是旺铺啦。哦，旺铺。南瓜，有冇讲呐？旺铺哦，个泰哦，有500人进来，有600人进来，那去年看到有人种系旺铺哦，南瓜800人进，不得了，咁咪泰国咪，冇见有案件冲来。二個係嘛啥？二個是冬瓜。哦，冬瓜慢性膜。哦，有，冬瓜慢性膜，冇錯。去摘冬瓜的時節哦，像啲小姐哦，個嫩嫩嚟喐啊，你手你也是壓烏時喎，你貴手就尖咧。所以你係摘冬瓜的時節，一天都要該做布啊，對冇？布要去出上來，摘啲老山係嘛啥？老山就係頭啊，長多葱頭，軟太太，係提神四個月熱性太就苦瓜。苦瓜，你看你些食嘅東西當好啊！哦，真係哦，是用品。係，你看，哇，唐先生講大家要發現麼？你過節，你是按樣解東西解世界，唔代表係混合該兩西對身體好解高脂解你講搶菜高脂，吼，因為時令蔬果嘛，提啲聽你吃了對身體又好，提上。按用解高倉地圖，你有電腦咧訓練，睇下解腦力，有冇可能做兩個攤，同埋冬瓜末啊、苦瓜啊嘅。生發的雙薪咧，我嘅五弟是樣，以前冇冬瓜嘅嗰什麼，所以生發高上係生發高咯，生發嘅雙薪，我遲到係係生發嘅樂趣，生活樂趣。上看嘛，他在種啊，媽媽水種在涼的不一團，那種感覺，你從你看電視來看卡通劇，然後有嗎？真的就是感覺會寓教於樂，有嗎？所以用這邊話，哇，唐好先生講咪提到講，今日但強動要過這個氣氛，也因為過了這了解動作，你跳擺可能記得個故事，還有乜嘅？等下再來講。今年而家簡單嘅5月節吼，講實在話，繞場到好先生呢度兩片吼，講嘅東西鐵道咧，所以你講，一點點來講，一點點來講，而家老公願意談一下，談兩個談一下，故事講古要談一下，不過兩團節目上，陳先生來分享故事，好冇？喺5月節特別愛講啥講，5月節係做旺燒啊。做旺燒啊，即旺燒青煙啊，我哋做半一堆，所以有人唔講是嘅人啊，佢食酒就當做，啊有人哦實做轉到當食酒，所以你講嘅即係食酒啊食酒啊，食酒。希望啱啲，有一種旺燒嘅青煙嘛，嗬，滿天煙就做半一堆啊，先走啊，先走，就嚟講，啊結果啊，佢要隻春霜啦，嗬，係春霜啦，嗬，所以隻什麼呀？把呢個成日都好睇哦，天呢個凍死，哦，所以做半一堆啊，我想佢後輩個旺燒對人類啊，哦，個旺燒嘅青煙唔上眼嘅人啊，一成日眼神氣咯，佢睇那嚟把。蛇那裡看，乜嘅意思啊？錯啊！咁啲嘢係旺燒啊！因為蛇咧巴掌錯嘛，睇啊，佢自家坑嘛。唔係啦，你哦，你睇哦，係哦，係拼音嘅聲音，係矮個嘅聲音啦。一蛇係矮隻界，萬一個你青音最後時節啦，佢矮是變得蛇。巴同矮個嘅聲音，因為矮個矮所全部已經黐死咧，矮保留到矮個矮所嘅後台啊，所以矮喺後生矮會叫啊，哦，佢旺燒雖然按會青煙，一談到非常感動，哦，你冇怎，你哦轉移哦，那個骨天行啊，骨天啊，骨疼啊，哦，骨頭插往人門後去，哦，是冇因為青煙，做個暗號，嘿，做暗號，我記得轉移哦，去好心呀，去好心嘅時間，矮不卡插。個拼音樂嘅聲咯，紐卡又插嚇，紐卡又插，所以結果貴春音就插落去。貴條街、貴重音、貴重音，所以個旺燒嘅布吹來嘅時節，喲啲貴重音就插咯。我哋個聽我講冇似哦，個結果叫到貴春音嘅心命。哦，所以你叫好心嗬，感動人心。所以做旺燒啦，你一團發生咧，一個故事來為就當奇怪，所以個態度個按照骨天行，個骨天是當創嚟嘅。
有看过无？我冇按客厅，我有看过。國天啊，國天吼，國天啊，特別成日的時間吼，有，我那個馬到咧跳索，動作活動，個國通，其實你係傳說的故事，唔係真實的，個真實的吼，在歷史上真經有件事情。哎呦，先生，你確定該係真實的？啊，頭先該講係傳說，留嘅傳說，留嘅秘法，因為國節吼，係咧談到該當干枯嘅故事，會當干枯啦，所以其實吼。下輩是講佢真緊的故事，假是講天佑啊、鄧佑啊，嗬，像天恩啊、鄧佑，因為我特別喺北方做到湘南塹寨嘛，一真緊啊，嗬，塹寨時間日行日偏，其實大家老太嘅聲音啦，嗱幾日家嘅聲音啦，但是佢路東嗰行啊行，結果東西按東洋嘅山咯，你係講挨來又會吐，又大走，挨老太來又會吐嘅時間。反正冇辦法照顧到啦，每一天個兩家就會死喺度，假使到家父娘送了，我哋很後生嗬，我哋到南方去，我哋很為強，唔當嗬，帶到我老太嘅來好冇，我哋來嘅時候去漂踢，結果是按去水木水踢一下，是跳是走踢呢，是影響南方。我想到啊，早先跳離開，下晝跳是彈落一個聲音的微滾對原來是一架飛體嘅來咗，結果家爸一般人講算了啦，去吐下嘢。冇想家爸心肝動氣咯，是啊佢啊捉到咧拖落個吊嘅手人，結果是向南行去咧。從此以後，佢冇過再見過家來咗。但因為呢件事情，兩公婆都傷心嘛，仲想佢家父要很傷心，你該來按飛體。冇命嘅呀，所以貴家村人當艱苦，所以從此以後唔會強咧。所以按照天佑母子親弟命，嗱呢個故事嗬，你完全歸到從個頭先嗰隻社會愛因，但是希望你嗬，你按必參嘅東西哦，你個節唔會講起，你按照個頭先嗰隻傳說，美化秘法。變到改種在傳說的故事，你不按你心肝吼，那個補吼創傷啊，係冇錯，因為先生講嘅該聽呢隻故事，講實在會談落，譬如講係悲傷，悲傷，錯為唱到悲傷，但是因為網上作亂冇辦法嘛，就變到愛心啦。係，不過講到呢一片，大家是會講，哎呦，一路談下來，又談到古，又談到團涼嘅，不過講實在會嗬，啲花音啊，啲推翻客家音嗬講呢個推翻音啊，花音呢個五月節係當重要嘅。台階，可以講呢啲人嘢要上到東廠嘅台階啦，係啊，正月版、五月節、正月版、中秋節、半月版嘛，嗬，從呢啲東重要嘅台階，所以其實老大家咧分享嘅五月節，我因想我特別艱苦嘅事情，讓佢快樂起來，快樂起來是從線上講嘅，你講線上小秘密是第一過節過到當快樂，咁講到呢一邊，其實因為係台階，你改關係，就是咧。老佢有關係嘅團涼嘅動作，還有童謠，好欣賞看，哇，係啊，有冇？五月節嘅童謠係啊，欣賞我一定釀一遍好冇？因為冇買回釀。那粒雞春似群啊，但係我那隻雞春啊，嗰啲呀，你講雞卵啊，嗬，咱唔講雞春，將會叮也唔會叮，係啊，係。五月節。拍兩五月節拍兩船，係好把船人扎扎，係看先手三萬拍，係有得命超有蛋，是有蛋。好，我講你講嘅是嗰啲過節計咋？嗰種盡情之類啦，氣氛就當錯。哦，還有一隻很有意思，當有意思嘅童謠。啊，五月節是種啊，真係是種啊，聽錯嘅是，因為佢冷嘅時間嘛是得啦，嗬。種玉面糯米香，糯米嘛，因為種用糯米做嘅，香啊，香菇啦之類種，菜脯啊，香菇要料錢多，正經。時角漸漸食材正啊，五月節你起來，跟來嘛會起來。成日出去鬥咧，錯冇嗬。當朝頭會記得，所以當朝頭佢五絲嘛，所以五絲哦，特別五絲火，五月五絲火嗬，跟到蔥哦對強，所以殺菌的啦。是，所以它是衛生高。係，我其實咧都有意思，說
小朋友就喺過節時間，喺要做啲要歌做啲唱，要地像念謠強咯，像念那啲念嘛，因為佢當要佢嘅律動，佢除了當要律動之外咧，其實聲音讓佢咧動有意思。所以客家話叫做韻味啦，對，錯，搭機哦，搭機有幾個韻味，當有意思。不過講到咧，先生講到當到團涼誒，其實我一家最愛嘅一句係倆句。乜嘅？芒食五月粽，河坡木葉黃。倆咧，我線上啲嘢可能用230集，不過我是第2集寫倆，就我就倆種準。大白熱天到嘅時間，我都是到寒熱，河坡全部收起來，屁股咪全部收起來，是到唔會10個月，唔會10個人咧。五月節是應該是係，不過講實在話，忙到五月節，有時候還係會變天。喂，所以當年哦，五月節前後，大部分落大雪好多。哦，叫做起狂風，五月南風撞大雪，做大雪。有，嚟看哦，現場我哋要準備要忙個五月南風撞大雪。五月節然後佢節氣變化，佢係漸漸啊熱天。其實喺五月節啊，老街啊20是節氣啊，頭先講嘅夏至，因為當年啊，因為新歷嘅6月20日嗬，嗰一天係夏至吧。但五月節都係差唔多24時節，所以呢其實差幾日就天啊，所以嗰夏至啲係天溫嘅節氣，但是我哋五月節係陰溫，所以天溫到陰溫結合起來嘅節日，本來要能夠叫做天陰合日嘅生法。天陰合日哦，同好先生講話哦，你嘅節目時間過得非常緊嘅，你講一下子過得，所以節目馬上兩邊是到你最尾吼，大家要發現哦，其實而家對你反映來講嘅台前以後，杜好先生嘅最多樣分享出來，唔係是清彩古早接甜去後背蘊含的那個溫法，然後聖法嘅內涵，去超過你大家嘅想象吼，你看團涼也未按到，不過還有講到倆片，我就基本嘅我上電視機前面嘅鄉親朋友嘛，老愛聽咯。唐先生講話吼，為增加過節嘅氣氛，不過我似有朱崇老師從先生講嘅溫和聖法，所以咧五月節吼係一種非物質文明遺產，非物質非物質。吼，原來他就每個嘅節日啊，個分別吼，那你睇長年過是新強到個世界嘅吼，冇錯，專利啊，結果個大陸你是壓到，佢啱嘅東西用講係咯，要恨天冇人講了就人憎啊。你看，先生馬上哦，真的是一出口我是做得來講，所以呢，他就實建議哦，五月節其實問得學生啦，先生。我攏講，你總得講鐵道，容易講，因為下擺可能繞牆度好先生喺度節目地度，因為溜掉東西下擺講，今日非常感謝先生喺度節目地度分享很多五月節嘅故事吼，所以我想大家收播動態，係咩很想當上嘅同好先生嚟講故，我十個嚟繞牆去，基本上感謝先生喺度兩片，是無你感謝先生，也做播呢兩個強項嚟做播後，啲鄉親朋友你五月節快樂，嗬，五月節快樂，嗬，福到福，到福，錯，到了下咧，做乜嘅咧，做運動了。